大家好啊！我哋今日會嚟到雍翠豪園同大家睇3間兩房嘅放盤，分別會係睇一間488尺、443尺同埋一間621尺嘅空中平台。我哋第一間睇嘅雍翠豪園會係一間兩房443尺，業主依家叫價係480萬。呢一間屋基本上已經係有一個全屋嘅基本裝修，可以係即買即住，而景觀都十分之開揚嘅，配備一個 L 型嘅廣角窗。呢一個廳呢，我覺得真係好大好大㗎，唔計窗台嘅位置，去到大門口足足有6米咁長。廚房係以曲尺設計，設有3個爐頭，亦有大量嘅儲物空間。客廳同2間房嘅景觀都係一致。睡房大概係2.6米乘2米。嚟到主人房，唔計呢個入口走廊，大概係2.7米乘2.2米，同樣亦設有一個 L 型嘅廣角窗同一個對流窗。而我哋會參觀第2間嘅雍翠豪園，而呢間單位就係488尺兩房嘅間隔，業主依家最新嘅叫價呢係420萬。唔計門口走廊呢個位置呢，呢個客廳大概係160尺。廚房都係採用返曲尺型嘅設計。呢個間隔呢就會同啱啱嗰個有少少唔同，佢2間房呢會喺左右兩邊，而洗手間就會喺中間。大房唔計窗台，大概係90尺。而左手邊呢間細房就大概係60尺，唔計窗台。洗手間都係沿用返最原先嘅間隔，咁係設有呢個浴缸嘅。嚟到我哋呢條片嘅第3個放盤，呢個單位都係2房嘅放盤，不過佢係成個雍翠豪園得2個單位嘅啫，621尺連一個空中平台。客飯廳嘅面積大概係200尺，佢個長度大概係6米，闊度大概係3.8米。嚟到呢一個廚房呢，我相信大部分女主人都一定會鍾意。除咗有好充足嘅光線之外呢，佢亦有好充足嘅台面去俾大家去擺放嘢嘅，絕對可以擺到氣炸鍋啦、蒸焗爐啦、微波爐啦、咖啡機啦，109,700樣嘢嘅。雍翠豪園絕對係元朗嘅地標建築物之一，無論你喺大塘村、18鄉迴旋處定係喺博愛醫院，你都會見到呢一個建築物，因為佢係好罕有咁有49層樓咁高。房間大概係70尺，2.7米乘2米。終於嚟到我哋呢間屋最大嘅賣點之一，呢個空中平台。而整個雍翠豪園呢，係淨係得2個呢一個單位嘅啫。而呢個主人房呢，佢佈局都十分之鮮明嘅，會有一個衣帽間啦，一個寢區啦，而亦都有一個位置係專係俾你前往呢個空中平台。呢一個景觀由福田望到深圳灣，由天水圍望到元朗南，由大棠望到18鄉迴旋處，整個元朗都可以俾你望得到。
40幾樓，除咗有高高在上嘅感覺，同樣都有少少畏高嘅感覺。如果你唔怕畏高，亦都想參觀呢個單位，歡迎你隨時聯絡我。呢條片去到呢度，多謝。